咧分享個木瓜雞腳花生眉豆湯。材料：木瓜、雞腳、豬展、花生1兩、眉豆1兩、栗子適量、蜜棗3粒、薑3片。清洗下嗰啲木瓜，清洗下啲豬展、雞腳，清洗下啲花生、眉豆。啲花生啊、眉豆啊、蜜棗可以用清水浸30分鐘。凍水咧就放3片薑，咁啊放啲豬展、雞腳咧就剪得隔飛水。木瓜咧就切件備用，栗子咧就去皮備用。準備清水12碗，放入啲材料喺個煲度，大火煮滾，再轉細火煲60分鐘。60分鐘啦，再放木瓜喺個煲度，大火煲滾，再轉細火，再煲30分鐘。煲好啦，加鹽調味，咁就完成一碗美味嘅靚湯㗎啦。多謝收看。